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3个颜色一起来。今天早上，2年3班的教室一打开门，就热闹得不得了。小雅一进门，就看到好朋友小兰和小刚已经坐在同一张桌子旁。3个人平常就是同一组，无论是玩游戏、做科学实验，还是画画，他们总是黏在一起。今天一定很好玩，小雅开心地说。正说着，美术老师笑眯眯地走进教室，手里抱着一大叠白纸。小朋友，今天要来画彩虹森林哦。老师把一张大大的白纸放到小雅他们桌上，你们3个一组，自己决定要用什么颜色，一起完成一幅作品。小雅听到彩虹2个字，整个人都开心起来。她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，看到紫色，她心情就会很好哦。同一组的还有小兰和小刚。小兰很安静，很温柔，最喜欢蓝色。小刚呢，他很有主见，而且通常讲话都比别人大声。3个人才刚坐下，小刚就很快地说：我们全部都用黄色，这样最亮最好看。小雅吓了一跳，小兰也愣住了。小兰小小声地说：可是我喜欢蓝色。小雅也试着开口：我想要紫色。小刚直接摇头：不行，只有黄色最好，就用黄色。小雅的心有点紧紧的，不是因为黄色不好，而是她觉得自己的想法好像完全被盖掉了。但她也知道，这不是小刚一个人的作品，是3个人的作品，所以她吸了一口气，决定先让大家都把话讲清楚。小雅很冷静地说：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听每个人想用什么颜色呢？小刚愣了一下，但没说话。小雅继续说：你喜欢黄色，这个我们知道了。小兰喜欢蓝色，我喜欢紫色。那我们3个的想法都讲完了，接下来要一起想怎么办。小兰点头，像是在说对，就是这样。小刚皱着眉，看起来不太开心，但也没反对。这时小雅开始说：因为这是一起做的作品，所以不能只听一个人的。我们可以试试看几个方法，看哪一个比较公平。方法1， 3种颜色都用，比如说天空用蓝色，太阳用黄色，花朵用紫色，这样3个颜色都能出现在画里。小兰听了，立刻笑了：我觉得可以呀。小刚想了一下，
没立刻反对。方法2，轮流决定。我们也可以分区域决定，例如天空用蓝色，地面用紫色，阳光用黄色，大家都有一个部分可以决定。小蓝说，也不错。方法3，投票。如果我们真的讲不出答案，就投票，哪个方法票数多，就用哪个。小刚咬了咬嘴唇，像是在思考。突然，小刚皱着眉说，可是我还是想全部都用黄色，其他颜色我不太想要。小雅听见他那句话，心里变得很复杂。她知道小刚不是坏，只是很坚持自己的喜欢，但这样下去，他们永远决定不了。小雅慢慢地说，小刚，我知道你喜欢黄色，我也有听到，可是我们3个一起做作品，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有机会被放进去，不能只有一个人决定全部。小蓝也小声补充，对啊，我们也想参加。小刚低着头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刚好老师走过来，看到他们3个都皱着脸，便问，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小雅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委屈，她只是把事情讲清楚。老师，我们在讨论颜色，可是小刚不想让我们一起决定。小蓝也点点头。老师听完后，摸摸小刚的肩膀，小刚，你喜欢黄色，很好，这代表你有自己的喜欢，但一起合作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位置参加，不能只有你的喜欢被放进去，别人的通通不算。小刚咬住嘴唇，没有反驳，但看得出来在努力消化老师的话。老师接着说，我们可以想想3个人的喜欢放在一起，会不会比只有一种颜色更好？小刚抬头看了一眼白纸，没有再讲不行。最后，他们决定用小雅提出的第一个方法。天空是蓝色，小蓝决定；太阳是黄色，小刚决定；花朵是紫色，小雅决定。画着画着，小刚突然说，其实这样好像也不错，3种颜色一起，看起来更好看。小雅笑了，对呀，因为这是我们3个人一起画的啊。小蓝也开心地说，看起来很有趣小刚脸上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也笑了。作品完成后，老师把他们的画贴在教室外面，3个人站在画前，看着自己的作品，越看越喜欢。小雅说，我们真的一起做到了耶。小蓝点头，很好看。小刚吸一口气说，好啦，下次我可以不要那么急着决定，
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小雅笑得很开心。好啊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画。然后3个人一起笑了起来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当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做作品，一起玩游戏，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时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值得被听见。如果你遇到像今天故事里那样的情况，有人讲话比较大声，比较快决定，你可能会觉得害羞、委屈，或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自己的想法，那都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说，清楚说，也可以请朋友给你一点时间。记得哦，尊重是你愿意听听别人在想什么，合作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决定，而是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勇敢表达是把你的喜欢好好说出来。沟通是遇到不一样的意见时，不吵架，而是一起找方法。寻求帮助是真的讲不出答案，也可以请老师帮忙。这并不代表你不会，反而是很聪明的做法哦。当每一个人都愿意听，愿意说，愿意一起想，你会发现，原本只有一种颜色的作品，会因为3个人的参与，变成更漂亮、更特别的作品哦。以后，当你和朋友一起做事时，别忘了，每个人都很重要，每个人的颜色都值得被看见。只要愿意彼此尊重，互相分享，相信你们一定能一起做出最棒、最美丽的作品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